而家快啲嚟諗下，你今日食咗幾多糖啦？朝早嗰杯咖啡，你落嘅係白糖定黃糖呢？跟餐嗰杯飲品，你揀咗所謂嘅無糖可樂定係台式蜂蜜綠茶？仲有，今日你有冇又忍唔住咁買咗幾杯手搖飲品嚟獎勵下自己呢？呢幾年個個都話要戒糖戒糖，但糖喺我哋嘅生活入面真係無處不在咯。你覺得真係避得開咩？你有冇試過一邊話要減糖，但一打開個櫥櫃先發現入面全部都係白糖、黃糖、黑糖、蜂蜜、羅漢果糖、甜菊糖，甚至連代糖都多到放都放唔晒。有人日日飲甜菊糖嘅飲品，又有人覺得食黃糖天然啲會健康啲，仲有人話代糖會致癌添。咁到底真相係點嘅呢？係唔係真係要一刀切，完全唔食糖？嗱，今日我哋就唔講戒糖啦，反而想陪大家一齊拆解下，睇睇點樣可以聰明啲咁揀糖，開心享受之餘，又唔使同啲甜味一刀兩斷咯。準備好未？如果準備好，咁我哋而家就一齊去探索下呢個又健康又甜蜜嘅世界啦。大家好，歡迎收睇營養快訊，我係 YY， 係你追求身心靈健康嘅一個同行者。過去15年，從協作學術研究、企業培訓到社區諮詢及運動健體推廣，我嘅工作只有一個核心，就係幫人揾返身心靈健康。一句講晒，最緊要快樂，活在當下，享受人生。其中一大元素必定離唔開嘅就係講飲講食。喺呢個系列，我會用最快嘅時間同你分享一個最實用嘅營養資訊，唔講咁多廢話啦，即刻去片。開始之前，我哋要好認真咁講一句，攝取太多糖分的確係健康嘅大敵，會增加肥胖、心血管病同埋糖尿病嘅風險，呢個真係毋庸置疑㗎啦。但同時都要講明嘅係，糖本身唔係毒藥嚟嘅，佢其實都係一種碳水化合物，係我哋身體，尤其係大腦最快同最主要嘅能量來源嚟㗎。所以問題從來都唔係食唔食得糖，而係食緊啲咩糖，食咗幾多，同埋喺咩情況下食嘅呢？要搞清楚呢啲問題，我哋先簡單了解下糖嘅種類先。一般嚟講，可以被人體吸收嘅糖，大致上就有單糖，好似葡萄糖、果糖呢啲；雙糖就有蔗糖同乳糖咁咯，仲有多糖，好似澱粉同部分膳食纖維咁。呢啲糖入到身體之後，最終都會分解成葡萄糖，攞嚟提供能量嘅。不過唔同種類嘅糖對血糖反應同健康嘅影響，其實都可以好唔同㗎。但係講到日常飲食，世界衛生組織最關注嘅，其實係游離糖呢樣嘢。咁咩嘢係游離糖呢？簡單啲講，佢就係製造商、廚師或者我哋自己額外加落食物同飲品嘅糖，亦都包括埋天然存在喺蜂蜜、糖漿、果汁同濃縮果汁入面嗰啲糖咯。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每日從游離糖攝取嘅熱量，最好控制喺總熱量嘅10%以下，如果可以嘅話，降到5%以下就仲理想添。咁樣先可以有效咁減少蛀牙、肥胖同埋代謝疾病嘅風險㗎。所以呢，糖唔可以一刀切咁話好定係壞嘅，要睇下種類同攝取嘅方式咯。糖本身並唔係敵人，失控咁食先至係健康嘅陷阱。與其問可唔可以食糖，不如問下自己，今日食咗幾多？呢啲糖嘅來源係唔係天然嘅呢？同埋有冇影響到你整體飲食均衡先？所以話，識得揀，識得控制份量，糖其實都可以係健康飲食嘅一部分嚟㗎。咁我哋應該揀咩糖比較好呢？首先，白糖同黃糖都係我哋平時最常見嘅甜味來源嚟嘅，但一直都有好多人覺得黃糖好似健康啲喎。咁其實係唔係真嘅呢？講下白糖先，即係白砂糖啊，佢係經過高度精煉嘅蔗糖，純度幾乎去到100%。佢嘅升糖指數大概係65左右，即係話你食咗之後，血糖會好快咁飆高，之後又好快跌翻落嚟，搞到個人好容易肚餓，仲可能會搞到你體重上升添。一茶匙嘅白糖大約4克就提供大概16卡路里，但係差唔多冇乜維他命同礦物質，真係名副其實嘅空熱量嚟㗎。但值得留意嘅係，成年人每日攝取嘅添加糖應該限制喺25克以下，即係大約6茶匙左右咯。咁黃糖呢？好多人以為黃糖、紅糖同黑糖健康啲，係因為佢哋保留咗少少糖物，顏色深啲，睇落好似天然啲。冇錯，黃糖的確含有一啲鈣、鐵、鉀呢類礦物質，但個問題係真係少到可以忽略咯。老實講，如果你想靠食黃糖嚟吸收礦物質，可能要食幾公斤糖先得。到嗰陣，你血糖早就爆標啦，得不償失啊！
而且黃糖嘅升糖指數大約係64，同白糖幾乎一模一樣，熱量同對血糖嘅影響亦都差唔多。所以講到底，無論白糖定黃糖，本質上都係高度精製嘅蔗糖，營養價值幾乎冇分別，都係典型嘅空熱量食物咯。食多咗一樣會令血糖急升，增加胰島素嘅負擔㗎。長期過量攝取呢啲精製糖，仲會大大增加肥胖、糖尿病同心臟病嘅風險添。所以話呢，黃糖只係顏色深啲，睇落好似天然啲，但其實都唔係咩健康糖嚟㗎。咁代糖又點睇呢？除咗普通白砂糖，而家越嚟越多人會揀用代糖嚟取代糖分，好似阿斯巴甜、蔗糖素、醋黃內酯鉀呢啲，都係好常見嘅人工甜味劑嚟㗎。佢哋可以帶出甜味，但基本上冇乜熱量，聽落好似係減肥同控糖嘅好拍檔咁。不過問題就嚟啦，代糖係唔係真係咁健康呢？表面咁睇好似幾完美喎，但零卡路里唔等於零風險咯。2014年以色列魏茨曼科學研究所發表過一篇研究，發現人工甜味劑有機會改變腸道菌群，令人體對血糖嘅耐受性下降。之後仲有好多研究都指出，長期食代糖可能會搞亂腸道微生態，令你更易肚餓，甚至同體重增加有關。仲有一個問題就係，代糖嘅甜味其實會呃個腦，以為有能量入嚟，但實際上身體又接收唔到熱量，結果反而令你更想食甜嘢或者澱粉類嘅食物。所以話代糖只可以係一個替代糖分嘅選擇，但絕對唔係萬靈丹咯。再加上有研究發現，長期大量食非糖甜味劑可能會稍為增加心血管疾病嘅風險，所以其實唔建議將代糖當成長期控制體重或者預防慢性病嘅主要方法。咁係唔係即係話代糖完全唔可以掂呢？咁又唔係喎，關鍵喺個份量度，只要唔超過每日可接受攝取量嘅上限，其實對大部分人嚟講都係安全嘅。但問題往往就係因為覺得零卡路里，就會不知不覺食多咗，好似將代糖飲品當水咁飲，咪會增加潛在嘅風險咯。特別係孕婦同小朋友用代糖嘅時候就要更加小心啦。所以話呢，偶爾食下，平衡咁用，先至係最穩陣嘅做法咯。先唔好咁急同甜味講拜拜住。其實而家有2款天然代糖，可以俾你食甜嘢都食得安心啲㗎。佢哋就係羅漢果糖同甜菊糖咯。呢2款成日俾人叫做健康糖嘅天然代糖，都係由天然嘅植物提煉出嚟嘅，唔係化學合成㗎。羅漢果糖就係嚟自中國傳統水果羅漢果，佢嘅甜味主要嚟自羅漢果莖。講真，口感方面，好多人都覺得佢係所有天然代糖入面最似平時食開嗰啲砂糖㗎啦。至於甜菊糖呢，就係由甜菊葉提煉出嚟嘅，主要嘅甜味成分係甜菊莖。佢雖然甜度高啲，但食完之後個口感就有一種特別嘅苦澀味，唔係個個都中意咯。講翻優點先，其實羅漢果糖同甜菊糖都有唔少共通嘅好處，值得讚下過喎。第一，幾乎零卡路里，兩者基本上都唔會為身體帶嚟額外嘅熱量負擔嘅。第二，零 GI 值，即係唔會刺激胰島素分泌，對糖尿病患者、生酮飲食或者控制緊體重嘅人士嚟講，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㗎。第三，唔會被身體吸收咗之後產生熱量咯，因為佢哋嘅甜味成分係唔會轉化成能量，所以基本上係即食即過嘅。雖然羅漢果糖同甜菊糖睇落好似好完美咁，但都有幾點要留意下㗎。第一，價錢偏貴，比起普通砂糖，成本通常高啲。第二，天然唔等於可以無限量任食咯，就算係天然植物提煉出嚟嘅，甜味食得太多，一樣會令大腦越嚟越中意重甜味嘅嘢，甚至仲會改變味蕾對甜度嘅感覺添。第三，要睇清楚成分表，市面上好多標榜羅漢果糖或甜菊糖嘅產品，好多時都會溝埋赤藻糖醇或者其他填充劑，甚至仲可能混入少量其他糖分添。所以買之前一定要望清楚個包裝標示啊。第四，佢哋唔係減肥仙丹。如果本身嗰樣嘢係高脂、高熱量，好似蛋糕同曲奇餅咁，就算用咗代糖，都一樣會肥㗎。代糖只係換咗甜味來源，係唔可以幫你抵消食物本身嘅卡路里咯。而從營養角度嚟講，所謂嘅好糖，從來唔係指某種甜味劑，亦都唔係淨係甜味來源，而係嗰啲天然存在喺食物裏面，冇乜點加工過，或者只係輕微加工過嗰啲。最好仲包含豐富嘅纖維、維他命同礦物質添，呢啲成分可以幫手減慢糖分吸收，消化得慢啲，就可以俾到身體持久嘅能量，咁樣就唔會令血糖大起大落咯。
例子就有原個嘅水果，嗱，唔係果汁嗰啲喎，仲有全穀類、番薯同豆類咁。呢啲食物入面嘅糖分會同纖維以及其他營養素一齊發揮作用，對身體嚟講係更天然、更理想嘅選擇嚟㗎。簡單啲咁講，糖加纖維就係身體比較接受到嘅糖嚟咯。好多人成日都會問，究竟邊隻糖先至係最健康嘅呢？老實講，其實根本冇完美嘅糖，只有最適合嘅用法咯。咁至於糖應該要點揀？呢個問題就真係要視乎情況啦。今日就等我哋一齊嚟睇睇，喺唔同嘅情況下，應該點樣醒目咁揀糖嚟用啦。跟住落嚟會有3個情景，睇下你估唔估得中邊隻糖先至係最佳嘅選擇。準備好未呢？糖類辨識大挑戰正式開始。情景1，你飲杯咖啡想加少少甜味，但又唔想影響血糖，咁你會揀邊款糖呢？1. 白糖， 2. 羅漢果糖， 3. 黃糖。俾3秒大家諗諗先。3、2、1，好，開估。答案係2羅漢果糖咯。尤其係糖尿病患者或者想減肥嘅朋友，優先考慮嘅就一定係甜菊糖或者羅漢果糖咯。佢哋都係天然低升糖指數嘅代糖，有甜味之餘又唔會推高血糖，相對安心好多㗎。好，再嚟我哋睇下第2個情景啦。情景2，你而家想焗個蛋糕，但又想食得冇咁大罪惡感，想降低啲熱量，你覺得用邊款糖會啱啲呢？1. 人工代糖， 2. 甜菊糖， 3. 白砂糖。同樣俾3秒大家諗諗先。3、2、1，開估。想控制熱量嘅話，梗係揀2甜菊糖啦，天然又低熱量嘛，啱晒咯。但如果你只係偶爾食下啲甜品，其實用白糖、黃糖都冇問題嘅。尤其喺烘焙或者整甜品嗰陣，佢哋可以帶嚟獨特嘅風味，而且整出嚟嘅質地都會穩定啲，口感上嚟講就最穩陣㗎啦。所以唔使妖魔化啲糖嘅，關鍵係控制好個份量就得㗎啦。好，我哋睇埋最後一個情景啦。情景3，平時想飲啲甜嘢，但又想減低患糖尿病嘅風險喎，咁又應該揀含有咩糖嘅飲品會好啲呢？1. 黃糖， 2. 人工代糖， 3. 羅漢果糖。又俾3秒大家諗諗先。3、2、1，好，開估。正確答案就係3羅漢果糖咯。佢低熱量又唔會點令血糖上升，係相對穩陣嘅選擇嚟㗎。但講真，日常飲食最健康嘅做法都係盡量喺天然食物度攝取糖分，好似新鮮水果同埋無糖乳製品咁咯。佢哋唔單止有甜味，仲有豐富嘅纖維同維他命添。最後我哋玩埋個小遊戲啦，隱形糖分大搜查。估下邊樣食物其實係隱藏嘅高糖炸彈嚟嘅呢？A. 酸酸甜甜嘅泰式沙律醬， B. 香口鬆脆嘅鹹味餅乾， C. 標榜健康嘅燕麥能量棒。係唔係覺得有啲難揀呢？估到答案就快啲打喺留言區，睇下你估唔估得中啦。最後快速總結一句，真正嘅好糖唔係睇佢咩顏色或者咩包裝，而係睇你點樣少量聰明咁用，同埋點樣將佢放喺健康嘅飲食模式入面咯。而羅漢果糖同甜菊糖呢，的確係目前市面上比較理想嘅甜味替代品嚟嘅，特別啱啲要控糖或者想減肥嘅朋友仔用。但係要記住，天然都唔代表你食幾多都得㗎。真正嘅健康唔係淨係將啲糖換走就得，而係要重新訓練下你嘅味覺，減少對甜味嘅依賴先至係最重要㗎。所以話呢，最好嘅糖就係你食得最少嗰種咯。如果你喺增肌減脂控重嘅路上，仲有壓力同困惑嘅話，不妨喺下面留言話我知，我會陪住你一齊去破解。如果呢條影片對你有幫助，請記得幫我點讚、分享埋俾朋友，並且訂閱我嘅頻道，先至唔會錯過最新嘅營養快訊㗎。多謝收睇，我哋下次見。